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3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嘉义市一台本所车的车道熊熊火烧，好甲再顺利甲火拍花，无人伤亡。警戒队即马嘛要来调查是啥人乌白蛋会捣毁物件。台北大巨蛋阴暗举办头一场棒球亚锦赛，咱台湾对阵韩国。为着安全，坐无到5成满，等甲比赛结束，小偷人阵的状况嘛受到关注。伫咧法国的巴黎，有一个咱像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举刀啊、甲钢盔啊攻击外国旅客，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新闻头起先，咱来关心昨国道3号伫咧苗栗通宵的路段，敢若是台电的外包商伫咧换电塔电缆线，结果这线垂落来，造成落南的车辆搞到失控。另外一边上北的连接车，佮甲电缆线拖咧扫过去，隆重造成这台车受到破坏，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台电是赶紧出面来回息的，高公局表示，这个施工的计划也未经过核准，嘛无通报要作业，因会来追究责任。警方来到苗栗后中的四名园区，除了对着罹难者进行凶案，嘛对着台电的包厢甲相关的人员询问了解案情。而看到意外驾驶讲起事发的经过，也是非常惊吓。这关板就开始飞了，它飞完没多久，钢索就来了啦。打到你车子啊？有啊。代志发生伫2号上午，国道3号148公里处苗栗通宵路段，电缆线落伫咧国道顶悬，南下方向的小车搞着，弄起咧分隔岛。不过北上方向的连接车嘛搞着电缆线，甲这条缆线往北来拖行，而电缆线安尼一扫。灯光板整排被切断，拢总几架大小辆车辆被波及，还佫造成疑似死伤。是不是没接到通知？现在外面说你没接到通知就先行施工了，有这种情形啊？会不会对你感到不公平？承包商无愿意加讲话，而台电表示，这架工程是台电的承包商，当日施作高压电塔的线路。通宵甲帮里段经完工程，依次8号甲9号电塔的电缆线断去，缆线断去的力度真强，一边拍着大一线136公里处，另外一边是落伫国道3号，引起意外事故。台电嘛表示将会厘清事实。它断裂就有一点类似我们橡皮筋，如果突然崩断的话，它就会往两边甩嘛。所以它一边就会往影响到9到10，一边就会影响到7号那边。原则上施工不在高速公路的上面，所以高工局有说，它上面施工好像台电没有经过核准。台电表示工法并无问题，不过强调施工进前有向高工局来申请以及会勘，强调会负起相关的责任。不过对此高工局表示，台电施工的相关申请计划还未核准，嘛无通报施工作业，将会对其违反公路法等相关的规定。记者苗栗采访报道。昨嘉义市一台本所车的车道熊熊火烧，驾驶赶紧甲本所拢总倒逃出来，避免火烧车，嘛好甲在真紧就甲火拍花，无人伤亡。警戒队即马要来调查，到底是啥人无分类乌白搭会捣毁物件，因嘛拍算要来讨赔偿。危险呐！本所车后壁煞出现大火，不过上早引起火的所在是伫本所车后车道，驾驶甲车顶本所倒出来，避免火烧车，嘛通报消防队。垃圾车人员在运垃圾的时候，听到有异音，下车查看，发现垃圾有起火的情形，那他们很机警的、迅速的将垃圾推放到道路旁边。那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你家客人家问你家东西，可能也有附近的居民还是啥。火真紧拍花，无造成人员伤亡，导火原因爱搁查。初步怀疑可能是危险物品无分类，弹入去本所车，烧煎了后产生火星。嘉义市清洁队是讲，迄天是民众以要清理大型粪扫，派2台车到场，第一台承载走大型家具，留一台一般粪扫车收粪扫。除了以要的民众以外，附近的民众嘛是同齐来倒粪扫，爱查清楚可疑的物品到底是啥弹的，嘛会看粪扫车毁损状况，考虑是毋是求赔偿。咱伫遐收的啊，未记分类吼，啊，甲我较早迄有一寡迄个啥类似打火机也是一寡物件吼。
去年1月，新北市原来有民众将亚速管啊当作一般粪扫弹条，致使粪扫车伫个扫的时阵刷爆炸导火，造成2个清洁员受伤。高雄市环保局嘛做文宣提醒民众，亲像锂电池、灭火器、粉仔的物件，还是高压干仔管啊，这种的危险物品，唔通直接等入去粪扫车，尤其是电池类，较会引起火灾，所以民众一定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的选战，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今仔日成立全国的竞选总部，吸引真侪外国媒体去采访。针对赖清德来攻击国民党上过挖靠中国，侯友宜是强调，伊是希望两岸的经济会使做伙变好。因为民众党的大问题是去立委南北合作的台中，替蔡壁如来徛台。赖清德，动帅，萧美琴，动帅。外交部也证实，民进党将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全国竞选总部初3正式成立，包含总统蔡英文这党公职全部到场，展现大团结气势。大选气氛也吸引欧洲15国媒体组团来台湾观选。赖清德批评对手国民党侯友宜甲民众党大问题计图挖苦中国，是在行回旧路。我们的对手都共同喊出重启服贸，他们一个接受9·2共识，一个高喊两岸一家亲，他们都想要让台湾走回依赖中国的老路。民进党现在不是还在恶法的路吗？而且对恶法的依赖度也没有减少啊。侯友宜没有走回头路啊，侯友宜就是继续走，让两岸经济大家都能够更好嘛。侯友宜甲赖清德互相批评，另外外团竞选的经费无够，经费募款状况无好。侯友宜坦白讲，在野党较辛苦，希望基层继续支持，以竞选小物件来募款。拼完17场各地造势，因那民众党大问题是到台中由党籍立委参选人蔡壁如的选情。这次应该是20几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国会3党不够半我也觉得这样目前整个台湾的政治非蓝即绿这个还是要打破不然的话，它永远在两极对抗的泥淖。由国民党伫台中第1选区无提名立委，所以这区正侪立委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示范区，有作为国民党民意代表到场助阵。蔡壁如的竞选总部主委更加是台中市长罗秀燕。不过，伫国民党党旗红线之下，前人伫外问题较为进前全部退场，出现共场无共台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两岸的网友常常拢伫咧网络拍情报战，就一个敢若是中国的网友抛出真侪咱空军的防空飞弹基地，甲部署什么飞弹、详细坐标等等拢总写出来。学者表示，虽然这些拢是透过公开卫星资讯就会当推测到，毋是介重要的军事机密，毋过嘛是提醒咱国军要爱提防。两岸情势紧张，国防部初3发布查到共机4架、共艦6架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甲处理。中共毋但派机艦侵扰台湾，也一直收集国军的情报资料，并且就有2番卫星情报线。有网友伫面书粉专影像情报分析 IMT， 分享比对中共火箭军的主题，引来中共注意。一个敢像中国网友用简体字来发文，发文讲到空军防空甲飞弹指挥部新建立791路新德关西基地、791路642营2连屏东万金基地、791路新德湖口飞弹基地，点名各基地拢部署，用利益攻略飞弹，公布基地空照图、详细坐标、飞弹发射车库，引发注意。特别的这个紧张情势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做这个机动部署等等。那这是国军目前有的这些部署的方式。那现在很多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这个在这个基地周边，它其实都完全无设防。那它有没有可能作为这个军事情搜的手段？这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对民间互相公开军事基地，学者讲，双方拢是用公开卫星图的资料进行推测，更加机密的军事设施比泄露可能性较低。不过也提醒国军加强欺骗敌人的手段，尤其中共可能利用加开道卫星、无人机试探军情，咱方要有机动部署这反制手段。另外，各自的 IDF 战机近年来完成性能的提升，会用载这个万箭弹强化对地攻击。国军拍算阁强化以打击范围，展开挂载空射型用山飞弹的测试评估，规划加用山飞弹外边的2具加力气铁图，飞弹体也小可减重。等于说你什么都不挂，就挂这2颗那个雄三飞弹上去以后，或可能再加挂一个自卫的这个缠斗用的飞弹，那你这个飞机的这个作战效益到哪里？它可以挂个这2颗雄三飞弹上，结果上去飞可能不到半个小时，飞机就必须要返航落地。
那完成作战评估，应大幅增加 IDF 对中共军舰的精准打击能力。不过专家讲 ，IDF 挂载2粒减轻的向3飞弹已经达到上大的载重，是不是影响作战成效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参哈马斯延长休战破局了后，加沙地区又搁开战啊！以色列批评哈马斯无照约束放出妇女参囡仔。哈马斯说讲已经把妇女囡仔拢总放走啊！若是以色列唔停火，就无要继续换人质。另外，以色列的情报显示，主导10月初7攻击行动的哈马斯指挥官已经伫咧轰炸当中死亡啊！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的市中心广场组织着大批人潮，部分民众手头摕着也未好释放的人质相片，诉求即时释放村的人质。אני ליאנתו, אימא של סשה טרופנוב. אני שמחה ונרגשת לעמוד כאן מול כולכם. באתי כדי לומר תודה, כי בלי כולכם לא הייתי פה. ועכשיו חייבים להמשיך ולהחזיר את סשה שלי וכולם, עכשיו!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彻底批评哈马斯原本承诺要搁释放17名的妇女甲儿童，最后煞拒绝放人。也毋过哈马斯反驳，表示村的人质内底已经无妇女甲儿童。伫以色列停火进程，未搁甲以色列交换犯人。الموقف الرسمي والنهائي لحركة حماس وللمقاومة أنه لا تبادل حتى انتهاء العدوان و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شامل ونهائي. 以色列政府指出，暂时已经召开伫卡达甲哈马斯谈判的代表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二伫记者会中心，甲人质带到岛内，拍败哈马斯，甲确保加沙未来未对以色列正做威胁的3个目标，表示继续伫加沙进行地面行动，一直到实现所有目标。另外，根据以军的情报显示，伫恢复对加沙的控制了后，马赫主导10月初7对纳哈特奥兹集体农场展开袭击行动的哈马斯指挥官法哈特已经受到空袭死亡。另外，伫以哈延长休战破局的第2天，以色列军队嘛伫黎巴嫩边境甲当地武装团体真主党交火，至少造成黎巴嫩南部有3个人死亡，其中2个人是真主党的战斗员。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伫咧法国的巴黎，当地初2暗时啊，有一个咱像是伊斯兰极简主义的查甫人，拿刀啊甲棍槌啊攻击外国的旅客，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另外，伫咧巴基斯坦，咱像是有武装组织对一台巴士开枪，车顶至少有8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头前的街仔路救封锁线现场，个环境客情隔壁意外个发生。当地初2暗时，一对外籍游客翁仔某伫附近的格勒内尔码头，受到不明的男子摕刀啊攻击，造成其中德国1个男性游客死亡。Paris, un homme s'en est pris d'abord aux alentours d'un petit peu plus de 21 heures entre le quai de Grenelle et Bir Hakeim, un couple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Un touriste allemand né aux Philippines est décédé par des coups de couteau. 法新社报道，嫌犯互警方抓到了后，擘发出真主是上伟大的。伊伫警方抓捕的过程，佮用钢槌啊攻击2名路人，造成其中1个人目睭受伤，佮一度骗讲家己的身躯有炸弹，想要逃离警方的抓捕，一直到警方开枪甲伊压制才抓到伊。警方调查，嫌犯是26岁法国人，因为有精神疾病，加上技术是接近伊斯兰主义者，获得警方的注意名单。若是犯案的原因，该进一步调查。街头跳起巴基斯坦的北部，当地初2发生恐怖攻击，一台有载乘客巴士经过齐拉斯丁，常常受到武装分子攻击，造成真侪人死伤。पास जो की थी ना जिन साइड खिरिन साइड आस-पास रोड के साइड से ही किया है लेकिन बहुत फायर कम नहीं 200-250 फायर 当局调查了后，发现枪手是伫附近的山区向巴士开枪。警方接到消息，赶到现场，紧急甲病人送病院治疗。因为暂时也阁无武装组织承认犯案，警方该进一步追查相关的事情。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转来看咱绿岛，这几日啊，咱像有船只头排放废油，地处油啊湖的烟花出现真大片的乌油污染。目前公所是赶紧出动30个人来处理这乌油。所落来卖追查这污染是对倒来。
伫海外大桥顶面拢是真高真黏的乌油，台东列岛东北方的油瓦湖区域，测验方发现有真侪乌油，影响范围差不多50公尺。油轮啊，或是货轮啊，偷偷的倾倒这个废弃的那个油啊，吸油棉效果不彰，因为它那个因为泥固嘛，凿子把油污调到桶子里。差不多6、7年前抓到那一条油轮，然后离这个国际法。然后可能有赔。香港所推测是国际专家头排废油随台北季风漂流像花，离洪污染的所在主要集中伫大桥较低所在。香港所动员30人来清理，环保局也会增派人员来支援，有够爱1礼拜才法度处理完。看起来那个油污是比较偏向重油，因为它有点就是稠状。如果是以螃蟹来说的话，它可能没办法呼吸，就可能导致它死亡。沾染到珊瑚上面的话，可能会导致珊瑚白化，然后甚至导致它死亡。就是它的恢复的状况，关系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清除的干不干净，跟一些这边海流的状况。环保局呼吁民众甲游客暂时莫去油瓦湖，并且讲因为海流影响作业的进度，所以讲油也未完全清除。也若过去会发生国际专家经过外海时排放船顶废油的状况，即摆海平又搁互乌油来污染。伫咧加速清除的同时，也会同警方来修正。若查到相关造成污染的事实，会依照海洋污染防治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国姓的北港溪最近是出现真大阵的河流，短短1点钟内就当河到30外斤，实在真多。学者表示，这种河流大多数拢是饲的，若是乌白放生，恐惊会破坏生态。县府嘛讲会赶紧来调查，依照违反土地条例，上当时会当罚到10万块。民众伫溪内凊彩估一个拢是体型大尾的河流，石棚内也阁有溪底四个拢是。不过，这么侪河流，哪会同时出现伫同一个水域？民众担忧可能有人放生。我来种来放生伫咱台湾宝岛，然后它又活不下去，它又死掉，又破坏生态。如果它活着，又挤压到原生种的栖息地。爱钓鱼的民众最近伫南投国姓的北港溪甲乌溪甲界发现大阵河流，提网啊凊彩估一个1点钟就会当估到30大斤，而且即马是大水期，东北季风已经来啊，水温降低，估起来袂少已经死严严啊。学者是讲，即种是属有真结块的河石河流，虽然大部分拢是饲的，不过原来有可能帮助寄生虫受惠。它养殖的这个过程啊，往往会有寄生虫，这个寄生虫呢会传染到河里面，到其他的鱼的身上。学者是讲，放生行为也有可能会互食物链无平衡，环境也有可能受到冲击。县政府表示，热作特定团体也是行为人要放生，爱先申请，即马要来调查到底向放的。一做冬季了哈，它的一般河流它的水量比较少嘛。那它就比较不适合一下子放出这么大量的那个泥鳅，这个是不好的啦。南投县政府是讲，因为放生是影视的河流，不是野保法也是动保法适用范围，会当依照违反南投县放生保育处理条例，罚1万至10万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巨蛋因红举办头一场棒球亚锦赛，咱台湾对战韩国，今麦已经拍到第4局啊，分数是3-0，咱较占赢面。咱的总教练表示，选手对这个新的场地也阁算会当适应。嘛，因为大巨蛋打启用，顾虑到安全的问题，敢若开放17000人入场，坐无甲50成满。但甲比赛结束，这小偷人阵的状况嘛是真受到关注。亚锦赛初3暗时伫台北大巨蛋开始比，上演台韩大战。台湾由新生代王牌池玉熙担任先发，上紧的球速达到157公里。对21岁韩国的新宪民，总教练是讲池玉熙真稳，正场只需要正常发挥就好。我该关心大巨蛋新场地选手敢无法度适应。都按照大联盟球场在做了，那场地会比较硬，跟我们平常在尤其是内野区、垒包区的那边可能就比较硬一点了。那跟一般球场的我们的软土比较不一样，大概选手也都知道，那适应上也没什么问题。总教练表示，相信选手会伫台湾大巨蛋头一场国际赛摕到第1场胜利。不过大巨蛋为11月初2合法使用这招到即马，因为测试的时间无够，考虑安全因素，进入的人数敢若开放1.7万人，不是满场4万人。
很期待啊，但是更期待的是可以做满场，想要感受一下满场的那种氛围。那上场的选手真欢喜，进场球迷嘛完全球队服装来替台湾加油，有球迷特别为台南上榜来参加大巨蛋头一场球赛。特别从台南上来的，而且我搭最后一班回去，然后明天早上7点半再上来台北开会。终于不用淋雨，不用在外面刮风，然后冬天还可以看到球。椅子的颜色稍微再改一下，就是那个白色会吃球。进前台北大巨蛋捌传出有选手反映投手区后壁有淡薄仔惊，不过这个问题拢已经改善排除。线场时阵人流管控也引起注意。大巨蛋头一场国际赛，台湾敢有法度摕到历史性头一场胜利，互球迷玩啊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的大川乡当日举办绕境庆祝建乡300周年，这届阁邀请到高雄的无形文化资产大娘线保存者卢必达老师，也有各地娘线团来咧交流，同齐推广传统艺术。气势十足的大娘线表演，有开大小门、前后挂、对接等等的脚步手路。彰化县大川乡为着庆祝建乡300年，举办大娘线基价交流活动，邀请各县市的娘线团来表演。乡内嘛成立娘线团，要来推广这项表演艺术。自从咱今年3月了后，咱就要来推动着咱的大娘线这个艺术，所以咱请到咱李老师、李波达老师来教着咱各中庙这个青年，来把这大娘线这个艺术会当传统会当传授起来。台湾庙会定定看到的娘线有开路辟邪意思。高雄市无形文化资产大娘线保存者李必达老师表示，100多年前大娘线表演，台湾各地头拢有，但是即阵渐渐稀微，已经真罕咧看。伫咱目前的庙会，较少人咧用，阮即摆直接吼，咧认真咧推广，要互咱台湾的本土文化搁会复兴啊！希望讲将这个大娘线这个技艺传来咱中部、咱中华遮，变成恁在地的一个文化特色。李必达老师表示，伊10多年前开始推广大娘线，加入武术套路，发展娘线阵，培养娘线手。即阵伫偏湖、高雄、新北市拢有娘线团，嘛希望透过交流活动，有更较侪人看到娘线表演，继续发扬这项本土表演艺术。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嘉义的三麦堂推广布袋戏已经15年啊，团队内底有少年辈对头先袂晓讲台语，到即马佫会当家己成立布袋戏团。即届佫结合正中戏甲金光戏来举办布袋戏嘉年华活动，互表演是如声人目。什么是台湾的布袋戏？台湾布袋戏的演变是安怎来？要安怎操作布袋戏吼？少年师傅透过演出的方式，紹介台灣布袋戲的演變。嘉義縣的布袋戲推廣團隊三麥堂佇面向表演藝術中心舉辦布袋戲的活動。唔那展覽因的作品，即屆佫配合正中戲甲金光戲，呈現豐富的內容。伊翁仔足細身呢，伊會講若是講傷粗魯，伊會就講無是嘅優雅，所以講咱就是愛甲人仔撩水。去看伊的身段，配合着这个金光变景模，吼，还有这个夜光、这个夜光的这个效果，吼，这是甲外台的这个布袋较上大的无共的所在。两位少年师傅为国小5年的时阵接触三麦堂的布袋戏，各位志工开始豆豆学功夫，经过10多年的时间，即马唔但会晓演出设计翁仔，佫成立布袋戏团，要来推广这个文化。较早台湾上重要的这个布袋戏的改革，是伫这个内台金光布袋开始发扬光大的。因为小朋友较少接触到这款传统的布袋戏，想要讲互因介绍讲，其实布袋有分足侪种，毋是讲只有讲袂靠看到，还是电视看到安尼。因两个人，因为从细汉就是拢看布袋戏，对阮斗阵演出，所以伫台语演出的方面完全无问题。有当时因佫会学到一寡新的特克俗语，佫会甲我教。两个少年人因为布袋戏。为一开始袂晓台语，到即马会当完成演出，甚至佫成立布袋戏团。三麦堂讲，15年的努力，第2代的成员已经豆豆独立。盼望少年人的创意，会当互传统的布袋戏有更较好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佮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8度至21度，
中部地区17度至24度，南部地区19度至29度，东部地区19度至27度，一个外岛地区14度至2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